種常見嘅睡眠障礙，影響住好多人。全球多項研究顯示，失眠症係人口嘅10至到30%，有啲甚至高達50至60%。失眠常見喺老年人、女性以及身心唔健康嘅人。呢種狀態唔單止影響睡眠嘅質量，仲會對日常嘅生活產生深遠嘅影響。Hi， 大家好，歡迎嚟到失眠俱樂部，我叫歡樂。原來有咁多人有失眠嘅困擾，咁失眠對生活有啲咩影響呢？第一就係身體健康嘅影響，長期嘅失眠可以導致免疫系統降低，增加慢性疾病嘅風險，例如心臟病、糖尿病等等。第二，對心理健康嘅影響，失眠可以加重焦慮同埋抑鬱嘅作用，形成惡性循環，影響情緒嘅調節。第三就係日常嘅功能，失眠會導致專注力唔集中、反應遲鈍，影響工作同埋學習嘅效率。第四就係社交關係啦，因為瞓得唔好就會冇晒精力，好易發嬲，人同人之間嘅互動就可能會受到影響。改善失眠嘅方法有好多，例如建立規律嘅作息，保持睡房嘅昏暗、安靜清爽，做一啲放鬆嘅活動、食療、自然療法等等。失眠雖然非常之普遍，但係通過合理嘅調節，大多數嘅人都可以改善睡眠嘅質量，提高生活嘅質量。今集仲同大家探討一下點解食療對睡眠嘅質量有影響，介紹5種被公認嘅助眠食物，同埋一款食療嘅製作。咁食物對睡眠嘅關係係啲咩嚟嘅呢？某啲食物之中嘅色胺酸有助於製作睡眠激素褪黑激素，促進睡眠。某啲食物之中嘅複合碳水化合物可以幫助身體更易吸收色胺酸，因而更有助睡眠。而某些食物就含有豐富嘅鎂，有助放鬆肌肉，促進睡眠。咁某些食物係指邊啲食物呢？今集就會同大家分享5種被公認嘅助眠食物，同埋一種喺中醫藥學中被認為係安神助眠功效嘅藥膳材料，做一款簡單嘅食療。第一款被公認嘅助眠食物係香蕉。香蕉嘅助眠營養素係色胺酸 GABA、鉀同埋鈣。香蕉含有嘅維生素 B6 同埋神經傳遞物質 GABA、多巴胺生成有關。GABA 能夠抗焦慮，具有效促進放鬆、舒緩情緒、幫助睡眠等等嘅作用。而第二種被公認嘅助眠食物係奇異果。奇異果嘅助眠營養素就有維他命 C 同埋鉀。原來睡眠品質唔好嘅人體內嘅抗氧化成分都會比較偏低嘅。如果長時間瞓得唔好，亦都會影響體內抗氧化物嘅功能。奇異果含有大量嘅抗氧化維生素 C。根據台北醫學大學研究嘅發現，每一日瞓覺之前食2個奇異果，4個星期之後睡眠嘅品質大有改善。第三種被公認嘅助眠食物係蘋果。蘋果富含有益生菌，能夠有效促進腸內好菌嘅數量，進而提升睡眠嘅品質。研究發現，腸道嘅菌比較豐富啦，好菌較多嘅人，有助於體內分泌好嘅神經傳遞物，能夠幫助睡眠、放鬆壓力。第四種被公認嘅助眠食物係杏仁。杏仁含有褪黑激素以及鎂同埋鋅等嘅礦物質，係一種被公認嘅助眠好物。褪黑激素能夠調節人體嘅生物時鐘，提示身體準備瞓覺。鎂就具有消炎嘅功效，仲可以降低會干擾睡眠嘅壓力激素皮質醇。第5個被公認嘅助眠食物係燕麥片。燕麥片含有褪黑激素，好似同米飯類似嘅，都係高碳水化合物。只係纖維比較多。據說瞓覺之前食用燕麥片嘅人會有睡意嘅效果。介紹咗5款被公認嘅助眠食物之後，而家就介紹多一種喺中醫藥學之中被認為係有安神助眠功效嘅藥膳兩用食物——紅棗。紅棗性甘味溫，歸脾胃經，具有補中益氣、養血安神等等嘅功效。佢適合氣血不足、睡眠差嘅人。今日就利用佢嚟做一個小食，係咩小食？就係紅棗合桃小食。
大家一齊睇下點整。今日咧就整紅棗核桃嘅小食，材料非常之簡單，只係紅棗清潔咗去咗核嘅紅棗，俾大家睇下，係咁樣嘅。咁清潔嘅時候咧，係原粒紅棗未去核之前清潔喎，呢個緊記。俾大家睇埋粒核係咁嘅。跟住就係核桃，我就預備咗5粒嘅核桃。做法咧係非常之簡單，呢個健康嘅小食咧，有時間幾分鐘即刻做好。首先就將去咗核嘅紅棗啦打開，就咁將個核桃包住，咁就 OK 啦。咁有啲紅棗咧就比較細粒啲，咁就可以將呢個核桃咧搣開一半，然之後咧先擺喺個紅棗入邊。咁我哋逐粒逐粒咁樣包。非常之簡單，咁就完成啦。養血安神嘅紅棗，加埋營養豐富，含有 Omega-3 脂肪酸、鎂、褪黑激素嘅核桃一齊食用，不但止好味，而且非常之健康。呢個製作非常之簡易，5分鐘就整到啦。大家一齊嚟試下整。食咗一啲被公認嘅助眠食物。食埋啲助眠食療之後，係咪照可以不斷瞓覺之前飲濃茶瞓無定時？咁樣係咪可以嘅呢？答案當然係唔可以。咁而家就同大家分享2個睡眠小貼士。第一就係建議避免喺瞓覺之前攝取咖啡因。第二就係保持規律嘅睡眠時間同埋舒適嘅睡眠環境。總結一下今集同大家分享嘅嘢。就係簡單介紹咗失眠嘅普遍性同埋對生活嘅影響，介紹咗5種被公認嘅助眠食物同埋1款食療嘅製作。希望大家中意今集嘅內容，最緊要係幫到你。歡迎大家留言分享自己嘅助眠經驗同埋問題。多謝大家收睇。如果你中意有覺好瞓失眠俱樂部，請你按讚訂閱。並且開咗個啷啷，以獲取之後更多養生同埋健康相關嘅內容。你哋嘅支持係對我哋嘅鼓勵，多謝晒大家，拜拜。